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夏天到了，夏天是芒果的季节。台南市府宣布，2022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跑。市长黄伟哲欢迎全国民众一同游玩台南，品尝台南最当季、最香甜的芒果。台南的芒果逐渐进入产季。市长黄伟哲27日宣布，2022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起跑。他表示，今年台南的芒果有减产，市场上是供不应求。今年的芒果因为减产，所以说，其实坦白讲是供不应求的，那价格也蛮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打开通路，让更多的这个民众能够知道台南芒果的好，台南芒果的好吃，以及台南的许多好的地方景点。尤其这次芒果节主要的行销的产区是在玉井、左镇、南化、南溪这些山区的地方。这些山区的地方，坦白讲，山光水色，除了芒果之外，好吃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走走、逛逛、看看。因此呢，我们今年的国际芒果节还是要扩大举办。而且今年台南的芒果也已经打开纽西兰的市场，将外销13000多公斤，而且订单持续增加中。台南芒果的好滋味，连外国人都知道。我们刚跟纽西兰完成一个讨论哦，今年芒果打开纽西兰的通路，总共行销13000多公斤。哦，那目前为止还在陆续增加。为什么？因为现在芒果才刚刚上市，台南的芒果可能要到下个礼拜后才会盛产，进入盛产期。因此呢，陆陆续续有更多的芒果。那除了打开纽西兰通路之外，我们也会对澳洲还有其他的国家陆陆续续，因为我们台南，我们许多台湾人都吃纽西兰的奇异果，那纽西兰吃台湾的芒果，那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一个食品农产品交流互惠是蛮好的。台南市农业局深入产区以及消费地行销芒果，从6月25日到7月23，分别在板桥大圆柏、走马濑农场、大东夜市、南化游客中心等地办理行销活动，并结合玉井、南化、大内、关田、左镇以及南溪等芒果产区的特色景点以及芒果园，规划6条农游体验行程，并首度发行2000本芒果护照，内容包含芒果产区景点介绍、交通资讯、住宿优惠、特色美食、芒果甜点，还有农特产品等期间限定的优惠方案，免费提供给民众索取，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由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福山安居社会住宅举办开工典礼，内政部次长花敬群、高雄市长陈其迈共同指产，祈求工程顺利。陈市长表示，感谢中央大力支持，市府也会以多元配套方式满足青年及弱势的居住需求。第一敲，开工顺利。在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和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共同指产下，福山安居社宅正式开工。福山安居的建筑设计符合绿建筑智慧住宅，并且结合托婴中心和日照中心，功能多元。我们不管是在绿建筑、智慧住宅等等这个部分，不仅符合规定，其实它的功能性跟公益性还是最强的。不仅有托婴中心，还有我们未来的这些相关的社福措施。福山安居为住都中心在高雄新建第6案的社会住宅，而市府也筹组社宅平台，积极推动。市长陈其迈表示，社会住宅会选最好的地点，生活便利、交通最方便的地方，这些都是市府团队用心规划的诚意，也希望中央多来高雄盖社会住宅。中央或者是高雄市政府，我们在盖社会住宅，咱不是去起伫迄风高野外，无人要去的所在，交通无方便的所在，咱拢是起伫上好的地点，生活最便利、交通最方便的地方，让我们高雄市的市民每一个人都有同样居住的权利。不能说有钱的人住好的区，没有钱的人就住比较不好的区，这个我不赞成。除了新建社会住宅之外，市府也推出多元配套方案。陈市长感谢市议会通过囤房税条例，增加3亿元预算，将全部作为租金补贴，让更多年轻朋友受惠，减轻经济负担。我们的囤房税条例也已经通过，
那相关的增加的3亿的预算，我们全部都把它拿来做租金补贴。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给中央的头来鼓咱的标，中央的租金补贴政策以外，我们又加码。福山安居社宅为地上12层、地下3层，共220户。基地位于左营福山里华夏路和博爱四路所夹的街廓，预计114年底完工。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罗惠夫卢颜基金会最初的感动 2.0 互动展览，今年扩大举办，从静态摄影展升级为沉浸式互动装置展览。市长黄伟哲与身为三宝爸妈的艺人阿 Ben、许小可也出场力挺，邀请民众前往大圆柏看展，体验珍惜生命的可贵。罗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 2.0 互动展览，市长黄伟哲到场力挺，透过现场的沉浸式互动装置，了解到卢颜先天疾病，呼吁珍惜生命存在的价值。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概念就是，当妈妈生怀6甲的时候，心里面就要想到我的孩子，是最好的，是完美的，即便他有一个小小的印记，但是一定是可以克服的。罗惠夫卢颜基金会指出，当一些父母发现胎儿有先天卢颜缺陷的时候，第一时间会犹豫不决，除了怕自己没办法照顾，也会害怕宝宝长大后会遭受外界异样的眼光。每700个小朋友里面就会有一个是唇腭裂，每5000个会有个是小耳症。台湾现在的医疗真的是非常的进步，那经过治疗之后，这些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其实是没有两样的，甚至他们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更去了解唇腭裂、了解小耳症他们的一个状态，然后也不要害怕。他们跟我们是没有两样的。现场有一位唇腭裂宝宝珊珊，她的妈妈也在现场现身说法。直到我怀孕到小孩子有唇腭裂，其实就只有1天的时间。其实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抱怨的了，因为对已经是我了，我也不能去改变什么，那就去接受它。艺人阿 Ben 和徐小可也特别南下到场力挺，并且回忆初为父母的感动，期盼台南的民众能亲身来感受这感动的氛围。我们都一直觉得小朋友的出生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礼物，那每一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只要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说，即使他们身体上可能面孔上面有一些缺陷，但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带着爱的印记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相信爸爸妈妈在照顾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更特别的爱。当初我们有知道，我其实比较早知道罗惠夫的这个卢颜基金会。那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因为当一个父母亲他要接受自己孩子有一些卢颜上面这些缺陷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的支撑绝对是很大的爱。他们要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是被祝福的。最初的感动 2.0 展览，不管是不规则的圆形装置，或者是迷宫装置，都将带领大家探索生命的可贵。今年总共有45个让人感动的家庭真实故事，欢迎家长带小朋友7月8号之前前往台南大圆柏参观。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金曲奖颁奖典礼今年落脚高雄巨蛋。金曲国际音乐节也移至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办理，期盼为民众带来不同以往的感受，并借此促进南部地区艺文、流行音乐、影视等领域交流，带动地方文化产业。音乐人1年1度最重要的庆典金曲奖颁奖典礼，睽违17年再度回到高雄，而文化部更是特别强调，金曲奖来到高雄绝对不是复制台北的模式，而是会创造出高雄模式的金曲奖。此话一出，让众人都深感期待。我们这次的金曲奖其实不是一个所谓台北模式的复制而已，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属于高雄 style 的金曲奖。
那我想我们的同仁，影视局的同仁，还有我们这次的承办单位台视这边做足了准备。刚刚主持人讲，我们准备好了要来接受我们大高雄民众朋友的考验。身为地主的高雄市政府也做足了准备，这次金曲国际音乐节选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意义非凡。特别是在疫情后迎来大型的音乐盛典，更是为高雄增添了热闹的气氛。睽违的17年回来，高雄不但有巨蛋，高雄还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那这是文化部以及所有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那刚刚市长给我们一个喜悦，说好像未来还有可能回来。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高流理事长这边，我们文化局这边要做好东道主我们要让这一次我们属于我们音乐界的盛事在高雄，那能够感受到我们南部人的温暖。对我们来讲，流行音乐中心完成了，那文化部这边也协助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第一个音乐的盛会，可以刚好在流行音乐中心，这样举行，其实我们非常的期待。市府文化局表示非常期待，也请大家敬请期待。身为高雄人的迷先生主唱盛浩更是兴奋地说，觉得身为高雄人非常骄傲。其实迷先5个都是南部人，然后有3个就是高雄人。然后我觉得刚刚听副市长在台上那些致辞，我觉得身为高雄人就蛮骄傲的，因为金曲奖回来高雄办，然后像刚刚小玉也有提到，其实高雄这几年真的变化很大。然后我觉得金曲奖能在高雄办，一定有另外一些跟在台北不一样的氛围。金曲奖进入了倒数阶段，时隔多年再次回到高雄举办，不仅替南部音乐影视产业链加分，更是带来了无限的效益和商机。记者肖怡轩、林嘉义高雄报道。一群创业青年从疫情爆发开始，号召店家组成爱和包容公益平台。目前已有10几间餐饮业者加入，透过议员陈怡贞牵线，准备多样餐点来帮助正觉里的弱势长辈。来自北区正觉里许多弱势长辈一一来领取热腾腾的餐点，有牛肉火锅，有小吃饮料，相当丰富。这些爱心共餐都是来自一群创业青年，因为感慨很多弱势连吃饱都成问题，所以2年前疫情爆发就开始号召店家一起来做公益，组成爱和包容公益平台。目前已经有10几间餐饮店家加入，算一算2年来已经帮助超过300位有需要的民众。因为我们的名字的话叫做爱与包容，然后最早的话就是我们有一群就是做餐饮业的朋友，那就是有发现到社会上可能就是有一些弱势，那他们可能在餐饮的部分的话，人家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能够吃得饱的话，能够才有力气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我们有的资源，餐饮的资源，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由小爱汇集成大爱，来帮助这些弱势朋友们。虽然这群青年创业也受到疫情冲击，不过透过议员陈怡贞和正觉里长的协助，再次捐出他们的爱心，除了让长辈感受幸福温暖，也令议员表达感佩。其实很多的店家在疫情期间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行有余力来关怀所有社区的弱势朋友们。那也期待说这样子抛砖引玉的动作能够唤起大家能够多多来关怀我们社区的弱势的朋友。首先我先感谢爱与包容会当来到阮正觉里活动中，这个正觉里家会当帮忙较弱势的啦，较有需要的人，就是讲这个爱心的公益啦，都有这个机会，我真感谢咱议员甲爱与包容这少年创业的少年人非常的欢喜，我代表阮陈家里感谢一多谢，感谢谢谢。召集人表示，这项送餐行动会持续下去，呼吁有意愿加入爱心行列的店家可以和他们联络。记者顾文吉、林庚台南报道。为推广城市的篮球风气，高捷公司举办的高捷杯篮球斗牛赛已迈入第6年，前5届的人数屡屡创下高峰。今天更携手职篮总冠军全家海神队共同举办，推出帅气的周边商品，希望球友们能够踊跃报名参赛。啦
啦队热力四射，用精彩的舞蹈为记者会开场。今年拿到 T1 联盟总冠军的高雄全家海神队与高捷公司首度合作，举办一场号称南台湾规模最大的3对3篮球赛。高雄市运发局长侯尊尧也到场力挺，呼吁市民朋友们赶快来报名。特别是我们的海神队，在今年 T1 联盟里面拿到了总冠军。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运动来团结城市，透过运动来让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目标啊！我想这个呢，也是高雄捷运公司跟高雄市政府运发局所要努力要共同推动的。高捷杯3对3篮球赛已经来到了第6届，每一年的报名参赛队伍都屡创新高。今年也特别与冠军队合作，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球友来报名比赛。全国最优秀的一个篮球的一个团队啊，能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相信呢，这个对带动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篮球运动，鼓励我们年轻人呢，透过运动来体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3位球员秀出身上的球衣，这次的比赛也与全家海神联名了许多商品，口罩、球衣以及运动毛巾，一系列的周边商品，让球友们可以帅气的出场比赛。我们其实有花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其实海神还在打季后赛，然后我们就是有跟高捷的伙伴这边，我们有一起讨论说，能够稍微加一点点不一样的元素。所以包含球队的这次球衣的设计啊，跟一些 logo 东西，我们也都有一起参与讨论。其实打3对3最重要就是你的准度啊，然后还有防守嘛，因为3对3的比赛节奏非常快。那其实，在3分线上的出手其实会多比一般上篮还要再多1分嘛。那所以在这方面如果取得优势的话，相信会有很大几率会有赢球的可能。球员也在记者会现场不藏私的告诉大家打篮球赛的技巧，届时在比赛现场也将会有海神队的球员来帮球友们加油，欢迎市民朋友们踊跃上网报名。记者林嘉怡、肖怡轩高雄报道。享誉国际的TeamLab未来游乐园雨花共生动物们已施至高雄科工馆展出。这项展览在台北展出时，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参观。完整9大作品坐落在高雄场馆内，挑高空间搭配多重镜面设计，互动区域加倍升级。走进TeamLab游乐园，立即沉浸在魔幻般的投影世界里。墙上的动物都是花组成的，用手一触碰动物，花朵就会分散。展场中也利用科工馆的挑高空间，打造多重镜面的设置。高度来讲，大概就比台北增高了大约1半左右。所以因为它的高度变高了，所以就有更多好的互动的设计的方式，然后整体的看到的影像的感受会更加的强烈。除了有光云的投射之外，还有光球管弦乐团和滑梯水果园、天才跳房子等。观展者可以和展品互动，发出声响，透过互动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好，我们这次引进到高雄的 TeamLab 的这个光影特展，那它是在全球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展览的设计的方法。然后同时我们把很多跟动物以及花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都可以让参展者，特别是小朋友，可以跟他们产生非常多的互动。TeamLab 未来游乐园与花共生的动物们，曾经在世界各地展出，享誉国际。在台北场更吸引了超过20万人参观。而这一次完整的9大作品，则是首度移师南台湾高雄展出。大家经常去日本的人都知道，你到了东京，你就一定会去台场。好 ，TeamLab 的无界美术馆 ，TeamLab 的 Planet。那这几乎已经是所有这个爱好文化艺术的人必朝圣之地了。它结合了艺术、科技，以及呢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元宇宙，这些元素应用的非常巧妙了同时参观的人呢，还可以参与里面的创作。主办单位建议观展者可以穿白色或浅色系的服装来观展，感受光影投影在衣服的奇幻感。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楠梓区新昌社区关怀据点有一堂绘画课，教导长辈在瓶盖上涂上颜料，盖在纸上，再用花笔和棉花棒修饰，一幅花与瓢虫的画便跃然纸上。长辈们都觉得非常神奇。
成功激发对绘画的兴趣。老师先教长辈在瓶盖上涂上红色的颜料，盖在画纸上当作花心，再涂上黄色盖在花心的周围，就成了花瓣。中间的花蕊是由棉花棒沾淡绿色，点2下，一朵鲜艳的花朵就完成了。长辈也一样画葫芦，画出花朵和瓢虫。那个棉花棒是要画什么的？要画它的那个花蕊，之前没画过，在学校是有画过画。可以用6个呢，你怎么没有用6个花瓣？哦，我感觉5个比较漂亮。对，80几岁才画这个。画得很棒呢，对不对？给自己打几分？100分也可以，就是要教长辈用画笔自己画出物体的形象有点困难，老师就想到拿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当作画笔，也能够盖出花朵和瓢虫的形体，再用画笔和棉花棒修饰一下，一幅花和瓢虫的画就跃然纸上。初阶部分我们概念是想说，因为这是社区嘛，那基本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资源再利用的，那我们就是以资源再利用的概念去做一系列的创作的部分，对。不然你一开始太难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信心，不想画了。然后你比较简单的，很快就继承画，感觉马上就有一幅自己的作品，还不错那种感觉。这样的画法只是绘画课的初级课程，在激起长辈对画画的兴趣之后，就可以将花和瓢虫画在卡片上，自己收藏或者做成小卡片送人，将绘画的作品呈现在生活周遭。哦，真的很棒，因为这边的长辈，我会发觉他们的学习能力、欲望非常强，对，所以很棒。然后再像里长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啊，然后我觉得大家算是蛮团结的。他住在我们新厂里的，他就有一份心说好，里长我来帮忙你，我会帮助你，把这个据点做得好。为了让长辈画画的手和脑更加灵活，老师在课前还带长辈做手脑活力操，开发长辈画画的潜能。在之后的几堂课上完后，期待会有更精彩的作品呈现。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吸引全球千万人观赏的再见梵谷光影体验展再次登场，首次在台南星光三月中山店开幕，展期长达3个月。展览中许多实境装置及光影效果难得一见，邀请观众朋友前往欣赏。一进入展览场，梵谷的经典作品《向日葵》透过360度镜面呈现，就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了解，再见梵谷光影体验展自第一档巡回全球70个城市已经10几年，2022来到台南。制作团队再次大胆突破过去规格，首次加入黑色镜面的效果，将30多座高达3000幅大型萤幕，让观众踏入展览区，就像进入梵谷的世界。今年全台湾唯一的一场梵谷的一个光影展，而且梵谷第一次来到台南，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场，那么梵谷的一个生平跟他的作品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我想这是来到参与这个光影展一定要去逛的一个展场哦。市市长黄伟哲也在文化局、观光旅游局等局处长陪同，在开幕前先来观赏，邀请大家透过光影科技的多感官刺激，来认识这位艺术大师。进去在里面看到，真的让我真的非常震撼。那沉浸在艺术的飨宴里面，沉浸在梵谷的氛围里面，让我们非常的感受到东西方文化这个冲击的一个对照哈。近全球1000万人观赏的梵谷展览，这回来到台南，还有限定的珍贵镜像效果，邀请民众把握机会来星光3月中山店，展期将长达3个月到10月2号。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